係時候終結愛影釋放頭髮嘅惡性循環。我已經為我嘅新娘子諗咗3款防風、有個性、零風險嘅愛影髮型，唔想出去影相秒變傻婆，美感歸零就睇落去啦。Hello， 我係化妝師 Elise。第一款鬆弛感中高髻，一個睇落隨意嘅髮型，但 set 嗰陣從來都唔隨意，每一束線條都係精心計算過嘅偶然。呢個髻嘅高度精準於後腦中間，係為咗修飾面型設定嘅最佳安全區，完美避開咗高髻對長面型嘅唔友善，亦杜絕咗低髻嘅老氣感，係修飾同美感嘅平衡點。第二款氛圍感低髻，跟住落嚟重新定義你對低髻嘅想象。呢個唔係傳統嘅端莊，而係充滿空氣感嘅現代慵懶。你覺得係髮絲，我覺得係時代嘅點綴。呢款低髻打破沉悶，營造出一種不費力嘅優雅，話俾所有人知低髻亦都可以如此年輕同隨性。第三款日系長馬尾，佢精準融合咗日系美學同現代美感，線條利落分明，每一處細節都充滿咗故事。呢個髮型係為動態而起，喺外影期間保持絕佳嘅形態同瀟灑氣場，送俾嗰啲喺重要時刻依然主宰自我風格嘅現代新娘。3款髮型來自細節嘅掌控，而非隨波逐流。我哋嘅服務承諾同樣利落，定額收費，冇 OT 冇早費，令你嘅婚禮預算同你嘅髮型一樣穩固零風險。